由銀娛主辦嘅銀河超啡澳門咖啡文化節已經圓滿結束啦。作為澳門首個由綜合旅遊休閒企業主辦嘅大型咖啡文化盛會，銀娛除咗支持本地咖啡行業嘅中小微企，全面豁免參展商嘅參展費用，同埋提供一系列嘅資源同後勤支援外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喺活動場地中處處都可以見到環保嘅元素呢？負責搭建場地嘅本地環保供應商就話，今次展會將綠色環保同咖啡文化相結合，令到澳門嘅環保事業得到大大嘅鼓舞。見到咧呢個活動上面咧，咁一啲搭建上面，我哋係啲木咧係用咗啲回收木咧再搭建出嚟嘅。咁因為我哋都想希望可以俾到人哋一啲大自然好natural 嘅感覺，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用翻一啲原始嘅風格去帶出呢個概念。咁另外咧啲台凳凳咧喺 gas 用緊嗰啲，咁基本係用咗回收嘅 PS 塑膠去再做翻出嚟，即係塑膠循環再做咗變成塑膠粒料，跟住再重新做翻一張台同埋凳出嚟去用嘅。咁甚至一啲紙巾啦，佢都用咗一啲竹漿紙啦，咁同埋一啲係叫做 environment 即係環境eco-friendly 嘅一啲產品。咁所以喺甚至啲餐具都係環保餐具嚟嘅。咁所以喺呢個環保節，我哋見到好多大大小小由從搭建去到好細微嘅飾品，我哋都見到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環保元素喺度。銀河超啡仲舉辦咗一系列嘅工作坊，透過咖啡傳遞綠色生活理念。參加者仲可以親自動手利用咖啡渣製作香水同香薰添。另外，場館亦都設置咗可持續發展展區，俾公眾喺展區邊飲啡邊參觀。